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日希希頻道。今日帶佢過嚟元宿呢度玩，點解呢？因為佢之前同我哋講話想喺屋企養隻貓，但係我同我老公都好反對，所以今日帶佢過嚟元宿呢邊體驗一下貓咖啡店。一開始呢，諗住去新宿嗰間貓咖啡店，但係新宿嗰間貓咖啡店係唔接待小朋友嘅。然之後我就喺網上嗰度查咗元宿呢度有一間專門接待小朋友，只要係3歲以上佢都可以接待嘅，而且價錢又冇。嚟到元宿呢間店，前台有個小姐姐過嚟接待我哋嘅，佢向我哋介紹呢間店嘅消費標準。呢間店嘅消費標準係10分鐘38蚊日元，大概20蚊人民幣左右。2個人10分鐘就係760蚊日元。然之後佢再同我哋講解店入邊嗰啲貓，有幾隻貓嘅性格係比較暴躁，係唔願意俾客人摸嘅，所以我哋最好唔好去摸佢。入去摸貓之前係要洗手消毒手嘅，然之後仲有個碌架俾你放行李同埋啲貴重物品嘅。入到去之後有免費嘅咖啡同埋飲料提供俾客人，中間嗰度仲放咗一部貓糧自動販賣機嘅，入邊有一般嘅貓糧同埋小貓咪食嘅雪糕。一般嘅貓糧呢，大概300蚊日元一包，大概人民幣到15蚊。然之後貓雪糕呢，就係500蚊日元一包，大概係25蚊一個。我仔入咗去好興奮，即刻攞自己嘅零用錢出嚟買咗一包貓糧餵俾佢哋啲小貓咪食。有啲小貓咪唔食嘅，唔知係唔係因為餵得太飽，所以佢有啲都唔係好願意食。呢度啲小貓咪都打理得好乾淨，而且冇任何異味，仲有啲小貓咪着住和服添，真係太可愛啦！一開始諗住喺入邊玩10分鐘左右，就去其他店嗰度玩，但係10分鐘之後呢，我仔都唔願意走。其實嗰度嗰個舒適嘅環境真係好舒服，嗰舒適嘅環境同埋舒適嘅音樂，再加上可愛嘅小貓咪，可以令到人一直坐喺嗰度，不知不覺咁樣過咗半個鐘。呢度仲有好多遊客帶住自己嘅小朋友，又或者女朋友、男朋友過嚟玩添。如果有朋友過嚟日本玩嗰時，你可以帶你自己嘅家人過嚟體驗一下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